生的儿子已踏山里，和他爱来围绕你，让他充满你心，使你灵满足，让他担负你一切挂虑，生赐平安的山里，降临在你生命中，使你完全。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后扬声欢呼歌唱赞美，让你心充满喜乐，举起双手甘愿顺服他的名，将你的忧伤破碎心灵，痛苦岁月交给他，你将靠着他的名进入永生。
它充满你心事你灵满足，让它担负你一切挂虑，赏赐平安的山里，降临在你生命中，使你完全。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求充满我们。后扬声唱赞美，让你心充满喜乐，举起双手甘愿顺服他的名，将你的忧伤破碎心里，痛苦岁月交给他，你将靠着他的名进入永生。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平安！很高兴可以看到大家。我们要向主来宣召，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阿们吗？阿们！我们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用诗歌来向我们的神欢呼，因为他是拯救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高台，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一起拍手来唱歌。神
是你的力量。阿们吗？阿们。我们要大大声来赞美我们的神。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将神仇敌，将神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将神仇敌，将神仇敌，全地大声欢呼。把你的手举起来，耶和华是我力量。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报告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圣殿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既然神是我们的帮助，我们应该开大声来赞美他，扬声欢呼来赞美他，因为在他所定的日子里面，神的儿女都要欢呼喜乐。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将神仇敌，将神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将神仇敌，将神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报告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圣殿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报告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圣殿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我们可以把最大的荣耀跟掌声拍手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请坐。神是配得我们称颂，因为他是我们的拯救，我们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诗歌。主啊，没有一样事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的来对他说：神伟大的爱，何其长阔高深，竟不吝惜他独生爱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神成唯一的人，谁能控告？谁能定他们的罪？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我们一起开口唱。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危险刀剑吗？不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神的爱超乎一切，叫我们不能与神的爱隔绝。哦，
神伟大的爱，何其长阔高深，竟不吝惜他独生爱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神成唯一的人，谁能控告？谁能定他们的罪？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危险刀剑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我们更深的对主来说，哦，神伟大的爱，何其长阔高深，竟不吝惜他独生爱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神为我们舍了。神成唯一的人，谁能控告？谁能定他们的罪？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困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危险刀剑吗？不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危险刀剑吗？都不能，都不能。不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困难吗？难道是困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危险刀剑吗？不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都不能叫我，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神称为义的人，不论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因为神的爱子将他的爱环绕我们，把我们宝抱在他的怀抱里面，把我们像孩子一样抱在他的怀里面来围绕我们。我们的神就是这么的爱我们。让神的儿子以他生灵和大爱来围绕你，让他充满你心
使你灵满足，让他担负你一切挂虑，赏赐平安的生灵，降临在你生命中，使你完全。耶稣，主耶稣。就充满我们，耶稣，主耶稣，就充满我们。声欢呼，歌唱赞美，让你心充满喜乐。举起双手，甘愿顺服他的名，将你的忧伤破碎心灵，痛苦碎交给他，你将靠着他的名进入永生。我们一起宣告，呼喊我们的耶稣，耶稣，主耶稣，就充满。主耶稣，谢谢你，我们知道你的恩典一直都在，你爱我们，你疼我们，你视我们为至宝，求你永远不要离开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因你的同在而刚强壮胆，哪怕是在低谷或是在旷野，我们也要更勇敢地面对前方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主你的爱围绕着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现在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
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如今软弱正义的刚强，贫穷正义征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正义的刚强，贫穷正义征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接下来是我们的新年的假期，也求主保守我们所有的会友，能够在出入都能够平安，也得到你的看顾。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献上我们的时间、精神、时间与金钱，为你的圣工所用，求你悦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大家平安。平安。现在要来进行教会事工的报告。那在报告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念本周金句2次，在民数记8章15节，我们一起来念2次，预备来。你把利未人洁净并奉献以后，他们就可以在圣幕里工作。民数记8章15节，再一次。你把利未人洁净并奉献以后，他们就可以在圣幕里工作。民数记8章15节。好，首先是本会的报告。礼拜3 1月29日是新春称谢礼拜，欢迎大家一起在大年初一新年的第一天一起来教会来敬拜神。那当天的礼拜是9点半在49号的礼拜堂举行。那礼拜后呢，我们有邀请立煌兄来为各位兄姐拍摄家庭照。在和会手册已经放在后面了，是每户1份。那如果还没有领取的弟兄姐妹，请赶快去领取。如果是会友，请领取会友版。那核心同工请领取同工版。如果发现里面有错误的要刊物的，请到1楼的公布栏去登记。那再来2月9号要举行今年第一次的定期会员合会。那当天是9点半在33号新堂，就是在这里召开，是9点半，只有1场礼拜而已。那会员的名单已经公布在公布栏，49号1楼的公布栏。如果有异议的或者要请假的，请在2月2日之前向小会书记陈敏哲长老来提出。在财务的报告，如果你想要看自己个人的奉献的明细呢，现在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首先你要有一只手机。那你的手机要有网路，那你的手机要有 LINE， 然后你的 LINE 要加入教会的官方账号。大家都有加入了吗？有。好，那教一下大家怎么查询。首先你要点进教会的官方 LINE， 那下面有一个，最下方有一个，请点选开启选单。点进去之后呢，就有6个选项，跑出绿色的6个选项，然后你再点线上奉献，然后点进去之后，它就会跳出你的名字，还有你的奉献的编号。好，
然后再来上方呢有3条线的地方，江南基督长老教会，然后旁边有3条线的地方，那3条线点下去就有一个下拉的选项，那选项有一个是奉献，有一个是奉献奉献收费清单，有点老花了，好，有一个是奉献，然后一个是奉献收费清单。然后，如果你是要看你的个人的奉献的明细，请点奉献收费清单。点进去之后呢，就会出现你的奉献的明细的。好，如果还不明白的话，可以来询问我，或者是我们的会计干事曼双。然后再来，如果还有没有填写捐赠扣除额单据电子化授权同意书的会友呢，请来尽快填写同意书，然后并且在2月3日之前交给会计干事曼双。在总务部的报告，本主日还有下个主日2月号，因为春节的期间这2周的爱餐暂停。然后膳食组要招募服侍的同工哦，因为我们膳食组现在服侍的同工不太足够，所以觉得自己有负担的，请向端荣执事来报名。敬拜部门的报告，60周年纪念主题曲的甄选活动已经开始喽。如果你有这个恩赐的呢，请在4月30日之前呢，将你的作品投稿。那如果不知道要怎么投稿，请到1楼公布栏去看详细的办法，或者是可以询问宗义长老以及静怡师母。再来333祷告会，下个月的333祷告会是在2月5号的晚上7点半。333祷告会的时间有比较早，会提早半个小时，在7点半在这里，在新堂。那2月份的主题是为工作以及事业蒙福来祷告，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在侍奉部的报告，会员大会及志工大会呢，在2月9号的10点半于新堂召开。再来，为了庆祝迦南教会社教60周年，所以志工队有推动一个志工60小时服务时数为目标，来招募爱家清洁环保志工，就是希望大家把教会当成自己的家。如果你觉得你有负担的，即日起，就是现在开始，你可以每天奉献出自己的1点时间来到教会。我们打扫的地区就是教会的公共空间，来到教会来打扫，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9点，不是说叫你要打扫12个小时，不是，是你可以以半个小时为单位。如果你觉得你今天比较有时间，你可以选择打扫半天，或者是打扫个1整天。好，然后如果要来打扫的弟兄姐妹呢，要填这张表，上面就是有你的姓名以及时间，还有你打扫的区域。好，在装备部门报告，60周年全教会的退休会，5月17号到5月18号在古坑，然后我们报名截止日是到3月16号截止，或者是额满为止啊，希望各位弟兄姐妹赶快报名。在牧养部门60周年的环岛之旅，哇，我们60周年的活动很丰富哦，又有德国宗教改革之旅，然后又有环岛之旅哦。环岛之旅的详情呢，在周报里面有一张粉红色的说明。我们总共有3个梯次，
第一梯次是4月7号，第二梯次是6月23号，第三梯次是9月22号。那这个行程非常非常的丰富，好，大家可以详细的看。那欢迎大家来报名。在储蓄互助社的报告，储蓄互助社春节休假27到2月2号是休假时间哦，所以这段时间不用去存钱，因为没有人上班。然后2月3号开始恢复上班。再来，今天有2位来宾来到教会，首先是蒋承杰弟兄。蒋承杰弟兄在后面来，请你起立，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来教会。好，请坐。再一位是谢青云姐妹，那也在后面，她是丰盛弟兄介绍来的朋友，欢迎你，欢迎你。好，请坐。我们要来看圣经民数记3章5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本来上主对摩西说：“你领以色列族之主前来，派他们做亚伦祭司的仆人，他们要办理圣幕里的事，为祭司和全会众执行任务。他们要管理圣幕的一切器具，为其余的以色列人执行任务。利未人唯一的职责是服侍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你要派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负责祭司的职务。任何其他的人侵犯这事，必须处死。”上主对摩西说：“利未人现在要归属于我，我击杀埃及人一切头胎的那天，我把以色列每一家的长子和每一只牲畜的头胎都分别为圣，归我。可是现在利未人要代替以色列长子的地位，他们要归属于我。我是上主。”好，现在要请陈柏志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信息。他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属灵的长子，属灵的长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新年快乐！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蛇年要怎么祝福呢？祝大家神爱世人，祝福蛇进来。好，说一次，神爱世人，祝福蛇进来。好，这个蛇跟这个神呢，好有谐音。好，然后这个蛇呢，好这个台语说蛇里白，好就是很安静的进来。好，上帝的祝福呢就默默的就来到。好，那这张照片是我们这个礼拜5据点，好，他们在最后一天上课的时候所拍的照片哦。好，那大家都拿着迦南教会送的春联，好来祝福大家能够神爱世人，好，并且能够在新的一年祝福像蛇一样就溜进来啊，溜到每个人的家中。好，虽然蛇在圣经当中好不是一个很讨喜的动物啊，好，不过蛇还是有很多属灵的含义。好，在这个礼拜3的新春礼拜当中，好会再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好，但是在这个祝福的当中呢，好过年当中有9天的假期，这9天你都已经计划好要留在桃园的，请举手。有人举手，好，太好了。好，那没有举手的人可能都有不同的计划哦。刚才有的问说要去阿里山，有的已经出国了，好，有的已经开始在忙碌了，好，东奔西跑。好，但是呢，很重要的是，过年放到哪一天？2月2号初5了，2月3号就怎样？就上班还没有上学了，好，学生还可以再放一点寒假，好，开始上班。
好，可能我们要想的是2月3号上班的时候，那一天是累得跟狗一样去上班，还是精神抖擞去上班？好，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好，不要过年玩过头了。好，等到真的要上班的时候，哇，请假，好，不想上了，好，然后就辞职了。好，但是呢，利用过年当中，我们应该要好好的为自己充电哦。好，所以还是鼓励大家，我们能够去透过灵修笔记这5件事情，我们来再复习一次。第一个是要读经文，第2挑金句，第3写感受，第4、第5。好，那牧师把这个从1月份开始写的周报呢，好，在这边陈列一下。好，就是呢，你可以其实每天真的只有花一点点的时间，好，然后呢，就可以按照每一天灵修读经的进度，好，把这些经文上帝的话，以及你所要遇到的发生的事情，好，能够整理下来。比如说，我们今天读的是利未记的26章，好，即将要结束。但是利未记26章的第8节，好，就让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好，上帝应许上帝的子民说，好，5人要追赶100人，100人要追赶多少呢？10000人。好，而且呢，仇敌不能够胜过你。5个人胜过100个人，这样是几倍？20倍。100个人胜过10000人是几倍？100倍。好，所以这一句话呢，是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祝福。看到哇，当我们能够集结起来，上帝的儿女能够同心合意，像利未人、利未记这样的服事的时候呢，那个祝福是放大的效果。好，放大的效果。那虽然读利未记很不好读啊，好，不过呢，快要结束了，跟你旁边说，利未记快要结束了。而且明天就结束了，好，明天就结束了，好，但是呢，明天开始的利未记，好，如果你是有听早上6点，好，这个嘉玲帮大家在群组上面，好，或是小组长有转贴的这些每日献光，好，明天开始就是陈牧师写的文章，好，就可以开始牧师陪大家连续读11天了，好，从利未记一直进入到民数记，好，进入到民数记。而这民数记当中呢，好，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故事，而且你可以看到很多上帝的特别的教导。今天牧师要跟大家来分享其中的几点啊，好，特别在过年前，而过年当中很重要就是要做打扫的工作。你的家已经打扫好的，请举手。好，其他还没有举手的，回家开始打扫。今天没有爱餐，好，大家就开始好好的回家认真的打扫。这打扫呢，除了是家里的打扫，好，我们的属灵生命要打扫。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再说一次，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他前面说什么？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后面就告诉我们，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属灵大扫除，好，就是如何找出我们能够活出新的生命。可是这个打扫呢，在过年当中很重要，也很辛苦。可是网络的调查排行呢，大扫除呢是排第5类，好，第5辛苦的。第4是什么呢？好，亲戚问个不停啊，什么时候结婚啊？什么时候要生啊？好，这是排第4。什么是第3呢？好，排第3是说啊，你要回娘家，好，初2回娘家，有时候不行，我初1就要回娘家；有时候不行，我除夕就要回娘家；有时候不行，我今天就要回娘家，每天都要回娘家。好，这排第3。排第2是什么呢？拜习俗特别多哇！这拜年有的要跑庙里面，好，有的要去山上，好，有的要去点光明灯，好，有的要求这个求那个。但是呢，好，在教会很简单，好，就是你可以借着祷告跟神来求。而过年排第1的媳妇最烦恼的第1名是什么？准备年夜饭哦，好，你要准备年夜饭的，请举手。刚刚讲都是姐妹，都没有弟兄举手。好，我们给这些举手的妈妈们，给他们拍掌一下，鼓励一下。好，这个我曾经听过，就是我们迦南教会的林宪正长老娘啊，好，这个英子姐，好，她分享，好，就是他宪正长老他们有9个兄弟，好，宪正长老他是排行老大。好，那排行老大呢？好，她是大媳妇，哇！以前公公婆婆在的时候呢，她就是要煮所有人的年夜饭。啊，然后煮就算了，而且大哥还要出钱，好，让大哥出钱，所以大嫂就要去买菜，好，然后洗菜，再切菜，好，然后再准备好。吃完之后，大家很开心的去聊天、看电视，谁来收拾？
好，还是这个大媳妇来收拾哈，所以他说他做了好几十年，好，非常的辛苦，好，不过苦尽甘来啊，好，上帝好也祝福，好，今天我们好没有生那么多小朋友，好，今天的围炉呢，好，搞不好直接在麦当劳就解决了，好，可能在素食店就解决了，好，可能叫外汇就解决了，好，但是呢，在围炉当中还是有一些的菜色，好，我们要来学习哦，好，也可以教导小朋友，好，过年一定要吃什么？吃鱼代表什么？啊，吃年糕代表什么？步步高升。还要吃什么？菜桃代表什么？还要吃什么？吃常年菜代表什么？长命百岁。还要吃发糕、发桂代表什么？好，大富大贵。好，吃橘子呢？大吉大利，好，就大吉大利，好，然后吃水饺呢，好，招财进宝，好，那这些呢，好，就是让大家，在吃的当中，好，可以跟下一代、跟小孩子、跟小朋友们来分享，所以要他们把这些菜吃光光，好，吃光光，好，不要只有吃薯条啊，好，不要只有吃炸鸡啊，只有吃鸡腿啊，不要只有喝这个手摇饮啊。好，能够透过围炉，大家在餐桌上，好，可能现在很多的小朋友餐桌上坐个5分钟、10分钟后就跑掉了，好，就开始去滑手机啦，跑去打电动啦，去看电视啊，好，但是要事先在家教育，好，说，这些菜要怎么样坐在餐桌上一起吃完，这样才能够制造过年当中好的一些话题，还有在过年当中，好，大家能够一起的来分享。好，不论谁准备这些的年夜菜，好，但是长子或长媳，好，是非常的辛苦。你觉得长子是命苦还是好命？好命啊！好，跟上一场一样啊！大家都不假思索，直接回答，长子就是好命。为什么长子好命？得宠。好，有的是老幺更得宠，继承家产。好，这个长子啊，这个大囝以前还有这个。大孙啊，好，那个辈分啊，哇，这个家族家人的期待，在圣经当中，今天我们提到的民数记，对长子下了一个新的定义，那很重要。我们先看在圣经当中，长子有几种新称呼啊？第一个叫做什么？长子，譬如说创世纪第10章，好，迦南的长子就是西顿；创世纪27章又叫做大儿子，好，以撒年老就叫他大儿子以扫来。但是呢，在创世纪第4章，好，亚伯把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脂脂肪献上，所以长子在圣经当中有一个称呼，也叫头生的。好，台语比较会 confuse 哈，台语的头生怎么说？头生，听起来好像是外面生出来的。好，头是头一个，还有一个呢，在圣经当中又叫做什么？投胎，投胎呢？这个民间来讲说，好，他是转世投胎这样子。好，如果他没有读圣经，投生投胎，好，都是圣经的专有名词。民数记今天我们读到的，好，这个上帝拣选的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中所有投胎的长子哦。但是不论这几个名字当中，好，这个名字当中，好，特别是投胎这个字，好，掏井心啊，好，这个台语说掏井心，好，投胎它的希伯来文，好，意思是什么呢？后面有写，叫做什么？子宫被打开。姐妹，好，妇女的子宫什么时候会被打开？生小孩的时候被打开，生男生的时候会打开啊，生女生呢？啊，会不会生女生就不用打开？生女生也是会打开，所以这个投胎掏井心，好，它不一定是只有男性，好，只要是第一个生出来的生命，好，就是投胎哦。所以在圣经当中，如果我们去读到投胎，好，投生，好，你不一定把它当成是长子或是大儿子，好，这个有时候是长女。大女儿好也很重要，而它所代表的意义呢，就是一个第一个生命，好，第一个生命，因为是爸爸妈妈好丈夫妻子结合出来的第一个生命，好，是一个投胎，是一个让子宫被打开，好，来到世上的生命，一个传承祝福。而圣经当中，好，上帝要求所有的投生的都要分别为圣。归给上帝，我们请大家说一次：上帝要求投生的都要分别为圣，
归给上帝。所以上帝并不是只有要求见长子，所有头生的。这段经文你可以去翻出埃及记的第13章，第1到第16节。出埃及记第13章就是当他们准备要出发，离开埃及，要前往迦南地，上帝给予他们颁布的命令。教导他们要遵守，而且要成为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规矩。但是呢，这个头生的呢，不一定是哥哥或是弟弟，或是哥哥或姐姐。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在他们出埃及以前，创世纪的第4章第4节，亚当的2个儿子，哥哥叫该隐，弟弟叫亚伯。结果2个人都送礼物给上帝，一个被 reject， 一个被 accept。哪一个是被 reject 呢？是哥哥该隐。而弟弟为什么被接受呢？好，我们来读创世纪4章4节。亚当的次子献上头生的羊和脂肪，神看中了亚伯，也看中了他的供物。我们都好像上帝只有看中供物，没有，上帝先看中亚伯，是这个人对了，他所奉献的，上帝都 accept。但是这个人如果不对了，他所奉献的，即便是土产，即便是这个该隐打猎得到的肥美的猎物，上帝也 reject， 上帝也不接受。所以重要的不是长子和次子，重要是这个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分别为圣就是建立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要求为什么所有的头生都要分别为圣？好，因为上帝对这些的长子或是这些第一个出来的生命好的用意，就是要成为每一家的长子，要学习担任祭司，带领全家来敬拜神。这个生命最重要是要跟上帝来连结。如果这个长子、这个头胎头生的生命没有跟上帝来连结的时候呢，这个生命可能就会连结错对象。我们在今年的新春，有一样去年没有，去年是迦南教会长久以来难得没有新春礼拜的一年，因为刚好没有遇到没有牧师。好，那今年呢，我们又继续有新春礼拜。新春礼拜是大年初1的早上，就是来到教会，而且带着家人一起来做礼拜。用意呢，不是只有是来做礼拜，用意是能够带着全家人一起来敬拜上帝。或许可能在除夕当中，我们就可以在围炉吃年夜饭，就可以全家一起的家庭祭坛，或是全家一起的祷告。好，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在新春初1的早上，好，也可以一起全家来到教会，甚至还有立皇兄会帮大家来拍合照。好，所以记得等一下要去登记，我们会按照上面签名的这个顺序来拍照。好，所以呢，好，这是一个祝福。而在新春当中，好，更重要就是能够带领全家好一起来亲近神。可能全家好在东西南北，在国外好，今天也看到有人从美国回来，有从新加坡回来，好，从国外回来开始陪家人过年。而这些人一年当中难得有机会透过新春礼拜，好，能够带领全家，像是利未人好当中的祭司，能够敬拜神。出埃及记还告诉我们，好，头生的呢都是要分别为圣，因为这个呢是在他们要离开埃及，上帝要审判埃及，审判埃及象征审判世界，所有的长子通通要被击杀，好，击杀代表上帝对世界的审判。但是呢，有一群人，他们听到上帝的指示，只要去用羔羊的血在门框、门楣上面用羊的血涂抹之后，上帝就会跳过，就会逾越过，好，就会 pass over 那个家的长子就不会被击杀，就可以继续存留下来。好，所以那个节叫做什么节？逾越节。好，因为在第10灾之前发生之前，所有的长子都要被击杀，但是上帝给了一个逾越节的恩典，就是因着羔羊的血，这些长子已经被救赎出来，而且能够逾越过上帝的审判。所以长子呢，好，都上帝要审判，但是呢，借着羔羊的血，好，能够逾越过上帝的审判。好，所以你看这个上面涂的血，很像我们华人贴的什么春联。好，家里有没有贴春联？好，没有贴的回家怎样？好，赶快贴。好，如果你家还有长子的话，好，记得多贴一点这样子。好，但是呢，我们知道，好，这个是旧约，我们今天不是活在旧约。
但是呢，这个春联、门帘，好，其实它所象征的，好，是基督羔羊的血，代表是一个拯救，代表我们不在审判底下，不在上帝的愤怒当中，而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当中和恩典当中啊。好，这个礼拜川普总统就任，好，就任的时候呢，好，这之前他的儿子好也一起亮相，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也叫做川普，好，叫做 Donald John Trump， 好，名字跟他爸一模一样，好，后面加了一个 Junior， 好 Junior 小唐纳，好小唐纳，好很年轻，1977年啊，好跟他爸差了31岁。好，那么可以看到川普呢，好就任之后，哇，向全世界来宣告，好他所要进行推动的政策，好，甚至呢，他把很多美国好的这个社会价值观，好，还有包括性别，好，他就是只有签署法令，好，只有承认的就是男性和女性，好，等等这些的议题呢，好，他完全不假思索的，好，就这样的签署，好，那可能又会对美国、对全球，好，都会产生又一个冲击。不过这背后呢，好，也有上帝的作为，好，但是我要分享的是，他带着他的长子哦，不断的亮相，好，也有看得出来，好，他很有意思的就是要把这个接棒，好，政治上面的产业啊，好，能够传承给他的孩子啊，不是只有家族的产业。而这个他的儿子呢，好，他不断的对他好，在这样子的训练和教导，好，甚至如果你看好这个在他就职的时候，好，他的儿子还本来抱着他的女儿在身上，就川普要上去演说的时候，对他儿子说一句话，儿子就把他的女儿从身上放下来，好，然后媳妇就跑过来就把女儿又抱上来，好，这个小动作，好，不过呢，好，他很在意啊，他很坚持。而这一张呢，家族的照片呢，有他们家族当中的家人。我们也可以在新春礼拜的时候，或是利用过年的时候，大家团圆的时候，可以留下一张照片。好，那这张照片呢，可以放在我们今年年底要制作出来的算是明年啊，今年年底要制作完成的60周年的纪念特刊。你也可以找一个全家福的照片，好，如果都找不到，你就干脆邀请全家，好，就来参加新春礼拜，还有全桃园最厉害的摄影师，好，然后呢，在嘉南教会的礼拜堂帮大家来摄影留念啊，好，所以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好，但是呢，这个透过这些的长子，好，我们知道，这是很重要的。可是呢，长子是不是每个长子都很优秀？就不见得啦。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好几个例子，包括一开始该隐他是长子，杀了弟弟亚伯，他的长子的继承就给了另外一个第3个儿子，叫做赛特。以撒体贴肉体，好，为了一碗红豆汤，好，然后就出卖长子的名分，以至于好，这个以撒的祝福不是跟着以扫，是跟着雅各，雅各被改名叫以色列。我们也看到雅各自己有12个儿子，长子叫做什么名字？流便，好，现在圣经翻成吕便。但是呢，流便呢放纵情欲，好，去爬到他父亲的床，跟他父亲的妾发生了关系啊，好，所以让他父亲好不祝福这个长子，好，雅各就不祝福流便，好，这个祝福呢跑到了老2、老3，好，就老2、老3去杀了人，好，后来跑到了老4，好，变成犹大，好，也失去长子的祝福啊。后来呢，这个利未人被分别为圣，好，取代了属肉体的长子。而这个利未人当中，又从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好，成为祭司家族。可是这祭司的家族呢，亚伦的4个儿子，2个儿子第一天上班就是粗心大意，就被上帝的火来烧死，就失去了长子的命脉，好，变成亚伦的老3、老4。你可以看到圣经当中很多这样的例子。可是上帝用这样的例子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好，长子不是万年的，长子不是千年的。最重要的是，上帝透过重新拣选利未人，让我们明白长子是会改变的。跟你旁边说，长子是会改变的。上帝要寻找的长子，不是那个肉身的长子，而是能够像利未人。所以利未人他们被上帝所寻找，他们呢被分别为圣，来
代替了所有以色列的长子。好，这是我们接下来在读民数记的时候，你一定要读到的一个重点。好，所以为什么好过去什么这个12支派呀，然后这个老大怎么样？好，可是呢，从利未人的服事开始呢，好，上帝看重的是愿意像亚伯一样，好，愿意分别为圣，愿意把那个投胎投生第一个生命。好，就奉献给神的，好，都会成为属灵的长子，而就变成属灵的传承、属灵的命脉。好，而且也不是只有在男性，好，也不是只有在男性。所以，当我们在读民数记，好，接下来读的时候，好，后天开始读，好，你读到第3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在做人口的普查。调查之后，好，每一个人口，每一个利未人，就代表所有以色列的其中一个长子，哇，非常的精准，2万多人。后来差了几百个，这几百个呢，每一个都要用赎价和赎银，一个都不能少，好，一个都不能少。好，这个是这段圣经很重要，就是说，上帝看中的每个长子，一定都有替代，有人赎价，好，否则上帝的长子，上帝不会让他流落，好，让他迷失。所以，上帝要他们这些如果没有人赎替代的利未人的这些以色列长子怎么办呢？用奉献的方式。所以讲到这边，好，牧师都会鼓励，好，如果你的长子、你的孩子都没有机会，长女好，没有机会来到教会，在外地，但是你不要忘记鼓励你的孩子要奉献，鼓励你的孩子好，要在上帝的家中奉献，并不是教会缺这些奉献。而是这些奉献是带给他们祝福，因为他们好能够透过奉献，好像民数记当中这些赎银一样，他们在上帝的家中是有名分的。好，再按照教会的法规，好，当一个会友，好，不管他是坚信礼、小儿洗礼、成人洗礼，好，1年以上没有继续来到教会的话，好，那他的会籍就会怎么样？变成籍在，然后人不在。好，所以我们现在迦南教会的会友将近570几位，将近600位。可是我们籍在人不在有几位呢？600多位，比籍在人在的还多。好，就这些600多位呢，都是代表1年以上，好，1年以上都没有来教会，甚至没有参加小组，甚至没有奉献。但是如果你持续好，透过奉献、透过小组、透过聚会，好，那就是在教会的会员当中哦。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传承，好，而这600多位，可能有的是去不同的教派，有的可能是去国外，有的是可能已经受洗，但是后来停止聚会，没有去教会，好，甚至我们教会我是没有听过，但是在别的教会有听过，好，还受洗之后还去拜拜，还去拿香，还出家的，好，也有，好，可能他真的当初受洗的时候，好，就是不明不白就受洗了，好，以至于他的信仰，好，还走回头路。好，可是这些的长子透过赎银，好，上帝是一个一个都有在计算，一个都不能少。民数记第4章，这些利未人他们要学习的不是只有在利未记，利未记只是一个规范，但是他们开始的服事是在民数记，他们要开始分派工作，而且要团队合作。利未只有这个雅各的儿子老三叫利未。利未也有3个儿子，革顺、哥辖、米拉利。好，这3个儿子呢，每一个家族呢、宗族呢，都是团队的服事。他们被分派工作，有的要抬这个，有的要扛那个，有的要插这个，有的要绑那个。好，但是他们都是全家一起，所以他们是团队服事，而且一天都不能偷懒。好，光大祭司亚伦，上帝就吩咐他，我们在读利未记就有读到，他每一天都要进到会幕里面去点那个灯台上面，用最好的橄榄油去点那个灯台，啊，不能那个灯台上面的火不能灭掉。换句话说，亚伦，好，他1年365天可以休息几天？0天哦，好，0天，连安息日，好，安息日他也必须要点灯哦，好，所以他的工作真的是非常的忙哦，而且呢不能休息。还好我们读了民数记，发现说哇，原来利未人他们是有工作的年资，30岁工作到50岁。后来上帝又提早说，从25岁就可以开始到会幕里面、会幕里面去工作，就是提早5年去实习。所以他们也是工作25年就可以退休。
所以他们也是有退休制。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成为属灵的传承，也是一样。上帝派给我们的工作，是要学习做团队服事团队服事。好像今天刚才讲的这个经文，利未记第26章的第8节，5人追赶100人，100人追赶10000人。这个5人就是一个团队的服事的一个展现。当5个人团队服事，他们就能够胜过100个人不会团队服事的100个人。当100个会团队服事的人胜过那10000个不知道怎么样团队服事的人。民数记第6章还讲到这些利未人的身份，就是要成为所有百姓的榜样，他们要带领人在主的面前要见证主，一生都服侍主。所以这3件事情，利未人属灵的长子要做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一次。第一个要人口调查，预备赎银，一个都不能少。第二，分派工作，团队服侍，一天都不能懒。第三，成为榜样，领人归主，一生都服侍主。在教会当中，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这样。所有的会员，你在嘉南教会受洗，不论是小儿洗、坚信礼、成人洗、转籍、信仰告白，你的会员一个都不能少，除非你去见主面，上帝把你接去了，去天上喝咖啡了，你才能够除籍。否则你都一直在这教会当中，一个都不能少。上帝把这些名字都一一留住。第二个，在教会当中，我们学习分工，像我们今年拿到的和会手册，我们有分同工版和会友版。好，那这个同工版和会友版呢，其实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有差别在后面的这个财务报告的部分。好，财务报告的部分呢，会友版没有全部，因为里面是给同工在用的。但是呢，你可以从这里的 QR code 还是可以看到全部的财务报告。财务报告。好，那因为同工呢，常常他们要编预算，他们要核销，所以他们需要整份的。好，所以我们没有把所有的财务都印出来。好，所以会友版的只要拿会友版，同工的请你拿整份。那我们在教会和会手册当中，上次讲到行事历，也有在这边，以及呢，我们有教会的这个新的组织架构，新的组织架构这一章。好，那这一章呢，就是我们分成5个部门，牧养部门、敬拜部门、侍奉部门、装备部门，还有外展部门和牧养部门。好像是5个部门，能够追赶100人。好，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5个部门，这个5个目的，就是尽心爱神，尽力爱人，勇敢出去做主门徒，领人归主。好我们可以带回去，2月9号记得带来开和会的时候记得带来，好好来学习在教会当中怎么样团队服事，而利未人也要成为那个属灵的榜样，就是要怎么样去一生来服事主。所以我们把这些综合起来看，属灵长子代表什么呢？好，我们一起来说。第一个，明白自己被赎的性命。属灵的长子，好，你不是被从子宫生出来，第一个生出来而已，你还是从上帝的家中被上帝分别为圣。好，你是一个被救赎，是一个有羔羊的血涂抹在我们的头上，在我们的身上，好，让我们是进入到上帝的家中，而不是在世界的审判当中。第二个属灵长子是什么呢？活出荣神义人的生命，要像是利未人一样，好，他们要分别为圣，好，要不是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是要能够活出上帝的形象，是要学习团队的侍奉、团队的服事，好，是要能够继续传承属灵的祝福。第三个属灵长子是什么呢？完成领人归主的使命，要做见证，打美好的仗。那当跑的路，当守的道，还有这些美好的仗，都要不断的来奔跑。这是一个属灵长子一生的功课。就如同在彼得前书，耶稣基督重生我们；罗马书11章，上帝拣选了我们；在彼得后书第3章，上帝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基督在等待着我们得救。属灵的长子很重要的就是要做这些带领人的工作，带领的工作。好，所以呢，这个春联我们可以自己去配搭。不过牧师配了一套在这边。左边写什么？如鹰展翅上腾。右边呢？靠着耶稣得胜。横批呢？
主恩满溢，新春蒙福。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长子，好，都是在这个门楣上面当中。你只要在你受洗、坚信里，好，成人洗礼的那一刻，你就是借着耶稣的血，像是从子宫当中生出来。好，有没有看过妈妈生小孩？我有看过，我那个牧师娘在生小孩的时候，在旁边第一胎的时候，哇，那个啪，那个血啊，这个。满地啊，好满地啊！但是他就不是满地的，用盆子来接，但是还是很多血，真的吓我一大跳。但是那个血呢，好，在属灵的长子也是羔羊的血，好，代表我们是从耶稣的宝血这样子生下来，好生下来。所以看到红色的春联，看到红色的这些，好，其实你要想到是主耶稣的宝血，让我们得到长子的名分哦，属灵的长子。而当我们受洗的那一天，透过水洗礼，我们也成为正式的属灵的长子。好，我们不再是肉体的长子，我们是上帝家里面的人。所以在属灵的长子当中，不论你是弟兄，不论是姐妹，好，你都是在属灵当中的头胎和头生。好，跟你旁边说，我们都是属灵的头胎和头生，我们都是属灵的头胎和头生啊，好，就是长子或是长女。好，因为很容易被那个中文字好，所以给搞混。好，但是无论如何，好，你要抓住洗礼。今年迦南教会好，就是有60位洗礼的目标，我们要帮助更多的人领人归主，让他们能够成为上帝属灵的头胎头生属灵的长子。还有属灵的长子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能够每天读神的话。好，借着上帝的话，心意更新而变化。好，这是今天的新眼光。好，明天开始的新眼光，好，就会开始看到陈牧师所写的。好，带领大家一起来读利未记最后一章和民数记的前面10章啊。好，我们可以在这当中，好来学习，让上帝的话来更新我们的心意，好更新我们的意念。而虽然在写灵修笔记当中，好配合过年，大家很忙，但是属灵的长子就是要学习像利未人，是有纪律的；要学习像利未人，好是规律的；要学习像利未人，是分别为圣的。好，这一切都是一个操练。当我们认真操练，就能够蒙福。好，但是当我们随随便便，就像亚伦大祭司的儿子，2个儿子拿达和亚比尼，好，结果呢，却在第一天服侍的时候就犯了大忌，好踩了红线。这一辈子就不用再服侍了，好，没有机会了，好，没有机会，连讨老婆生小孩都还来不及，就没有了，就结束了。所以，让我们能够看重这一些的祝福，好，也让我们能够看见，好，这一切上帝所要给属灵长子的名分、祝福，还有属灵的产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牧师讲比较短，因为没有爱餐。好，要让大家有时间好出去觅食，好，但是呢，你要出去觅食，可能是一整年当中，好，过年当中很多要规划的事情，你要计划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不要忘记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生命，他流出他的宝血。主耶稣为了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传承亚当、亚伯拉罕属灵的祝福，呼召我们成为属灵的长子和长女。上帝给我们一个特别的计划，就是要我们的生命是能够明白耶稣的救赎，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荣神益人。上帝要我们的生命是能够领人来归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过年当中，在还有7天的假期当中，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沉浸，好好的思想，让神以及神的儿子用他的爱包围我们的每一天，也包围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让他们能够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特别在新的这一年当中，看见上帝的祝福，要福杯满溢，上尖下流，连摇带按，丰丰富富，充充足足的赏赐下来。不论是看得见的祝福，看不见的祝福，我们都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在神的面前如同利未人，如同这一批的祭司，如同这一批愿意分别自己为圣、愿意效法的人，能够成为上帝所祝福的器皿。愿上帝祝福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的名求，阿们。请大家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唱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
让神的儿子以他心灵和他爱来围绕你，让他充满你心，是你的满足，让他担负你一切挂虑，赏赐平安的生命，降临在你生命中，使你完全。我们来敬拜耶稣，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第2节的歌词。哦，扬声欢呼，歌唱赞美，让你心充满喜乐，举起双手，甘愿顺服他的。无论过去这一年你有什么样的忧伤破碎的心灵，无论什么样的痛苦，借着祷告交给主耶稣，耶稣乐意承担我们一切的痛苦，担起我们一切的刑罚。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谢谢主耶稣，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来感谢、赞美、敬拜耶稣，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耶稣。跟着牧师来祷告，当牧师祷告一句，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天父上帝，孩子感谢你，孩子感谢你，接着耶稣基督重生的我，接着耶稣基督重生的我，我知道我的生命是被救赎的生命，我知道我的生命是被救赎的生命，是被拣选的生命，是被拣选的生命，要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要融出荣神益人的生命。我的生命是有使命，我的生命是有使命，是要完成领人归主的使命，是要完成领人归主的使命。求上帝使用我，求上帝使用我，做属灵的长子，做属灵的长子，带领我的家人，带领我的家人、身边的人，身边的人来认识你，来认识你，来敬拜你，来敬拜你，来服侍你，来服侍你。我愿意分别为圣，我愿意分别为圣，如同利未人一般，如同利未人一般，要继续传承属灵的命脉，要继续传承属灵的命脉，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一天都不能懒，一天都不能懒，一生都服侍主，
一生都服侍主。求圣灵帮助我，求圣灵帮助我，在新年的开始的时候，在新年的开始的时候，我已经预备好自己，我已经预备好自己，领受上帝的祝福。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上帝的话语与我同在，愿上帝的话语与我同在，也与我的家人同在。也与我的家人同在。奉主耶稣名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继续来唱。耶稣，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流出你的宝血，涂抹在每一位你的孩子的身上。你用你的血重生了我们，你用水洗净了我们，使我们过去的罪孽、我们的疾病、我们的羞愧、我们的污秽，你要通通都带走。主耶稣，我们敬拜你，耶稣，求充满。最后一次，我们继续敬拜，说主耶稣，大声的来唱，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主耶稣在天上，在圣父的右边，为我们代祷。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来祷告，就如同你期待你的儿子、女儿、长子、长女能够成为一个属神的器皿一样般迫切的祷告。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利未人，分别为圣，做明白属灵长子的名分还有祝福。做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属灵的长子。长老教会是台湾教会属灵的长子，我们要为着台湾的教会来祷告，为着世界来祷告，让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运用长子的名分，举起圣洁的手来为身边的人来祷告。当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所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神给每一个属灵长子长女属灵的权柄，让我们能够践踏蛇蝎，能够胜过黑暗死亡的权势，阴间的权势都不能够胜过它。我们是带着天国的钥匙，我们是带着神儿女的祝福。愿上帝的话语再次帮助我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使每位弟兄姐妹明白自己属灵长子的生命，能够成为使人蒙福的人，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阿们。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阿们。我们是属灵的长子，阿们吗？阿们。阿们。神会在适当的时候把我们呼召起来，把我们唤醒起来，让我们用心里扬起来的声音来称赞他。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把你的右手举起来，耶和华是我力量，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心中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心中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哈利路亚！我们将赞美
的礼拜就到现在结束，请大家互相的请安，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恭喜，新年快乐，快乐。然后麻烦要帮忙